歡迎嚟到妊娠糖尿病模塊，為懷孕後做準備。我係 Mary，係 God's Love We Deliver 嘅註冊營養師。呢個係模塊4，我哋將會從術語開始，幫助你了解與妊娠糖尿病相關嘅常用詞彙，以及本模塊之中使用嘅其他詞彙。我哋將會討論懷孕之後可能出現嘅情緒同埋感受，並且審查為你同你 BB 提出食物嘅營養建議，強調餐點規劃策略，以確保你喺生產之前就準備好你喜歡嘅食物，亦都會研究一啲計劃嚟激發你嘅餐點規劃流程。最後，我哋將會討論產後同埋妊娠糖尿病嘅問題。喺本模塊類似於此嘅方框之中，係常用嘅詞彙同埋關鍵字，可以幫助引導你學習。我哋經常會用到呢啲字同埋短語，但係大家往往不知其意。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對你有所幫助。周產期係指分娩前同埋分娩後嘅時期。當你喺懷孕周產期嘅時候，呢份簡報對你非常重要。因為我哋將會重點討論你喺分娩之前同埋之後要做嘅嘢。產後一詞與懷孕後具有相同嘅含義，通常係指分娩或者生產之後嘅時期。喺整份簡報之中，我哋可以互換使用產後同埋懷孕後。你亦都可能會喺接受醫師就診嘅時候聽到呢啲詞。呢度嘅最後一個詞係兒科醫師，或者你可能會聽到兒科一詞。兒科醫師專門照顧同埋治療嬰兒、幼兒，有時甚至係21歲以下嘅青少年。呢個人會喺你產後之後進行嬰兒保健就診時發揮重要嘅作用嘅。我哋唔常談產後嘅情緒問題。為咗等你了解你可能會經歷嘅情況，我哋會喺本模塊簡單咁樣討論一下，並且喺模塊5產後與降低患第2型糖尿病的風險裏面進行詳細介紹。嬰兒憂鬱症係一個常用詞彙，用於對產後經歷嘅一啲情緒進行分類。嬰兒憂鬱症通常被認為係產後幾日之後開始嘅悲傷感受。嬰兒憂鬱症可能會持續大概2星期嘅時間。80% 嘅新手父母都會有呢個經歷。鑒於呢啲係情緒，所以係暫時性嘅，所以就唔需要就醫。情緒嘅變化係由激素水平下降所致。經歷嬰兒憂鬱症時嘅典型感受包括憤怒同埋悲傷、情緒化、難以做出決定同埋集中注意力，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同埋孤獨。同嬰兒憂鬱症一樣，產後憂鬱症亦都係生產孩子之後發生。呢個疾病可能會令人感到憂慮、絕望，產生罪惡感、食慾不振同埋身體無力。如果你遇到呢種情況，請務必記住呢一個並唔係你嘅錯，而且你並唔孤單。實際上，呢種情況比你想象之中更加常見。喺美國，大約1%嘅女性會出現產後憂鬱症嘅症狀。如果出現產後憂鬱症，一定要尋求治療，唔好默默承受。我哋將會喺模塊5詳細講明呢一點。喺 BB 出世之前，你應該決定為 BB 哺乳定係餵配方奶。我哋將會討論每種方法嘅利弊，以幫助你決定以邊一種選擇最適合你同你嘅 BB。父母可以選擇母親親自餵哺乳6個月，而獲得全部嘅好處。但係嬰兒食飽先至係最重要嘅。鑒於母乳係你自身所分泌嘅，所以由營養角度嚟講，呢個係最適合你 BB 嘅最完美食物。母乳嘅其他好處包括 BB 可以透過你嘅身體產生嘅初乳獲得免疫力，
母乳好容易消化，而且唔需要使錢。母乳可以根據你所食嘅食物，等你嘅 BB 嘗到唔同嘅味道。你嘅母乳成分亦都會發生改變，而滿足 BB 嘅需求。最後，你將從哺乳之中受益，因為咁樣可以幫助縮細子宮，促進產後減肥。此外，研究表明哺乳有助於降低患乳癌、高血壓、糖尿病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仲可能有助於降低子宮癌同埋卵巢癌嘅風險。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哺乳嘅，哺乳面臨嘅一啲挑戰包括唔舒服，乳頭可能會疼痛，或者你可能會發生乳腺導管堵塞問題。此外，喺哺乳嘅時候，你必須注意飲食同埋服用嘅藥物。稍後我哋將會討論飲食注意事項。新生嬰兒進食頻密，所以如果你選擇哺乳，每2至3個小時就要餵一次。另一項挑戰係擠乳，日頭需要擠母乳，咁樣可能會令一啲母親更加難以工作、跑腿或者外出。同哺乳顧問合作可以令到哺乳變得更加容易。哺乳顧問可以幫助你克服哺乳之中出現嘅問題。美國兒科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建議母親親餵哺乳6個月，並且鼓勵餵到1歲。如果母親同嬰兒都願意，係可以繼續哺乳嘅。並唔係所有母親都可以哺乳，佢哋都可能選擇不哺乳。配方奶係母乳嘅最佳代替品，呢一個係一種較為方便嘅選擇，因為其他人可以參與到 BB 嘅餵養。呢種方法仲具有靈活性，因為你唔需要根據 BB 嘅餵養或者擠乳時間嚟到規劃你嘅時間表。此外，你亦都唔需要太擔心你嘅飲食。配方奶餵養面臨嘅一啲挑戰係費用同埋缺乏免疫力嘅支援。鑒於配方奶係商業製品，佢無法適應 BB 嘅需求。最後，配方奶可能會導致更多嘅脹氣同埋便秘問題。而家我哋嚟了解一下母親嘅營養需求啊。你嘅營養需求取決於幾個因素：一係你是否選擇哺乳，你嘅年齡以及體重同活動量都係一個因素。冇一種方法係適合所有情況嘅。生產之後，你嘅血糖就會開始恢復正常。隨住血糖嘅正常化，你唔再需要限制碳水化合物嘅攝入量。儘管喺大多數情況之下，你嘅血糖濃度會好快恢復正常，但係身體嘅產後恢復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嘅。無論你係陰道分娩定係剖腹產，產後食營養餐都有助於你嘅身體恢復。剖腹產確實需要更長嘅時間恢復。我哋將會喺模塊5入邊更加詳細地討論呢一點。我哋將會更深入地了解哺乳母親嘅營養需求。呢啲係產婦飲食之中需要注意嘅一啲重要營養素。佢哋好重要，因為缺乏呢啲營養素會影響母親同埋嬰兒。儘管卡路里並唔完全係一種營養素，但係佢哋係我哋從飲食之中獲取能量嘅重要衡量標準。哺乳母親每日需要額外攝取大概500卡路里，但係呢一個可能取決於年齡、體重、活動量以及母親嘅哺乳量。通常，母親哺乳嘅次數越多，需要嘅卡路里就越多。碘係一種重要嘅營養素，喺幫助身體產生甲狀腺激素 T4 同埋 T3 方面發揮住重要嘅作用。母親嘅甲狀腺激素水平對於懷孕期間同埋產後嘅胎兒生長同大腦發育亦都好重要。碘嘅每日建議攝取量為290 microgram，
一啲富含碘嘅食物包括雞蛋、乾海帶、海鮮產品同埋乳製品。鐵對於血紅素嘅產生好重要，血紅素有助於血液將氧氣送去母親嘅全身，佢仲喺嬰兒期至幼兒期嘅 BB 大腦發育中發揮重要作用。一啲富含鐵嘅食物包括肉同蛋、海鮮以及菠菜、豌豆、地瓜同埋豆類等蔬菜。維他命 B12 亦都係對嬰兒大腦同埋紅血球正常發育至關重要嘅一種營養素。一啲富含維他命 B12 嘅來源包括肉類、魚類、牛奶同埋蛋類等動物產品。維他命 B12 對於維持正常嘅神經功能亦都至關重要。經發現喺患有產後憂鬱症嘅女性體內，維他命嘅含量較低。維他命 D 唔單止喺產後營養之中好重要，而且被認為係公眾關注嘅一種營養素。佢對於骨骼健康同埋發育好重要㗎。美國兒科學會建議所有接受母乳餵養嘅嬰兒喺出生之後嘅前2個月開始補充維他命 D， 並且持續到嬰兒攝入足夠嘅維他命 D 強化配方奶或者牛奶為止。1歲後，維他命 K 係喺體內形成凝血因子及止血所需要嘅重要微量營養素。嬰兒出生嘅時候，維他命 K 含量非常之低，所以存在發生維他命 K 缺乏出血或者 VKDB 嘅風險。呢個係一種非常嚴重嘅情況，因為若果唔治療，可能會導致腦部損害。好多嬰兒喺出生嘅時候都會注射維他命 K 嚟到預防呢種情況。蔬菜係維他命 K 嘅重要來源，蘆筍、羽衣甘藍、花椰菜、球芽甘藍。印度女性維他命 B12 攝入狀況與可能的產後憂鬱症之間的橫斷面關聯。BMC 懷孕和分娩全文 biomedcentral.com。 其他飲食注意事項包括飲料同埋含富蛋白質嘅食物。呢一份清單裏面嘅營養素、物質可以透過母乳傳遞俾你嘅 BB。如果缺乏呢啲，可能對 BB 嘅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建議等到 BB 至少3個月大之後再飲酒，並且每日唔超過1份。最好喺飲酒之前先擠出母乳。對於含咖啡因嘅飲料，例如咖啡、茶同埋汽水，你應該將呢啲類型嘅飲料限制喺每日唔超過2至5杯。請記住，有一啲藥物同埋減重嘅食物裏面係含有咖啡因嘅。對於花草茶而言，並唔係所有茶都適合飲用。如果需要，請諮詢醫師。魚類同埋貝類等富含蛋白質嘅食物，有時水銀量較高。對於鯊魚、吞拿魚、旗魚、青魚等較大嘅魚類嚟講呢一點係更加令人擔憂。最好就係限制呢啲魚類嘅攝入量。God's Love We Deliver 所供應嘅魚類為甲鱈、鱈魚同埋鮭魚，含嘅水銀量並唔高。其他應該避免嘅物品或者物質包括煙草、藥品同埋一啲草藥。我哋已經理解咗哺乳母親嘅營養需求，而家我哋嚟了解一下非哺乳母親嘅需求啊。非母乳哺育母親嘅營養需求同一般成人嘅建議營養需求並冇太大嘅差異。鑒於懷孕期間體重會增加，非母乳哺育嘅母親應該努力咁樣採用或者維持健康嘅飲食模式，而促進健康減肥，達到懷孕前嘅體重。而家你了解咗產後需要邊啲營養，下面我哋將會討論一啲膳食計劃策略，以協助你
喺 BB 出世之後維持健康嘅飲食。膳食計劃嘅要點係提前計劃，咁樣你就唔需要擔心食飯嘅時候準備同埋烹飪問題。喺照顧新生嬰兒嘅時候，你可能會發現好難照顧到其他事情，尤其是係煮飯。膳食計劃應該可以減輕你肩上嘅額外負擔，並且為你同 BB 提供更多嘅時間。呢度有一啲一開始制定嘅膳食計劃嘅技巧，咁樣你就唔需要擔心幾時或者應該食啲乜嘢。你可以尋求家人或者朋友嘅協助。為咗有效咁樣制定膳食計劃，你需要確保花時間提前計劃。喺你嘅計劃裏面，請考慮點樣規劃一份健康嘅餐食，包括全穀物、瘦肉蛋白以及水果同蔬菜。然後你可以建立一份購物清單，咁樣你就知道你要買啲乜嘢，然之後就可以跟住嚟到煮飯。最後一步係冷凍你嘅餐食，以便稍後重新加熱。為咗提前做好規劃，請每日騰出10分鐘，或者你可以騰出嘅時間嚟計劃本周嘅膳食。如果可以嘅話，請提前購買至少1個禮拜嘅食物。為咗清楚理解點樣利用所有嘅食材，請列出關於每日食啲乜嘢嘅清單，然後建立包含1周膳食嘅購物清單。你可以填寫每周或者每個月嘅行事曆，以幫助你保持井井有條。此外，請考慮準備健康嘅零食，而且將佢存放起嚟，以便攜帶。例如，乳酪同埋水果杯嘅保質期好長，所以你可以喺預產期前幾個禮拜購買。以下係你購物清單中應包含嘅一啲食物範例。按照食物分類或者商店區域分開制定購買清單，咁樣會令到你嘅購物過程更快、更有效率地完成。請記住，新鮮嘅水果同埋蔬菜係無法儲存較長嘅時間，但係冷凍食品就可以啦。你亦都可以使用新鮮嘅食材烹飪，然後冷凍，以備日後使用。大量烹飪係一種準備膳食嘅方式，意味住一次烹飪更多嘅食物，並且將佢儲存起嚟，以供日後使用。喺計劃餐食並且收集食材之後，你可以喺1-2日裏面花幾個小時嚟到烹飪整個星期或者更長時間嘅膳食。請記住，大量烹飪背後嘅想法係無需要每日烹飪，而且係每個星期烹飪1次或者更少。咁樣將會幫你節省你嘅時間，為你減輕壓力。大量烹飪時要考慮嘅提示同埋技巧係要先處理或者晾取乾嘅食物，然後再晾取濕嘅食物。例如，如果必須喺食物處理機入邊研磨堅果、肉類同埋蔬菜，請首先研磨堅果，然後研磨蔬菜，最後研磨肉類。如果你先研磨蔬菜，咁樣唔單止可以節省你清潔食物處理機嘅時間，仲可以防止污染食物，因為肉係最後先至研磨嘅。其次，諗下你可以同時完成嘅任務，例如你可以喺一個平底鍋嘅裏面炒蔬菜，同一時間喺另一個鍋煮豆，因為豆類需要煮較長嘅時間。此外，當你同時烹煮幾個餸菜嘅時候，喺過程中順便整理廚房或者洗碗，將有助你為下一件要做嘅事情做好準備。咁樣會幫助你保持井井有條，並且專注完成任務。完成烹調之後，請務必將煮熟嘅食物放入冰箱裏面冷卻。冷凍前，確保冰箱溫度設為0度。咁樣將會令到冷食保持低溫。
確保烹煮嘅食物完全煮熟之後先至放入冷凍，緊緊包住並且密封食物，以防止污染，並且最大限度咁樣減少空氣進入食物同埋周圍。喺所有冷凍袋同埋容器上邊貼上注明有關餸菜嘅名稱同埋製作日期嘅標籤，以便日後更加容易揾到，並且知道佢喺冷藏櫃裏邊放咗幾耐嘅時間。重新加熱之前，請務必先解凍食物，遵從與 God's Love We Deliver 膳食嘅加熱方法。如果你將食物存放喺微波爐安全適用嘅容器裏面，請喺冰箱入邊或者微波爐裏面解凍食物。我哋並唔建議喺室溫之下解凍食物，因為咁樣會有可能細菌感染。重新加熱解凍食物嘅時候，內部溫度應該達到165度。如果你將食物冷凍咗喺焗爐安全適用嘅容器入邊，咁樣就可以將冷凍食物放入焗爐，以300至到350度嘅溫度重新加熱，直到解凍並且熱透為止。為咗俾你一啲關於可以提前諗到做啲乜嘢嘅想法，我哋可以檢閱一下懷孕後期嘅一啲膳食建議。請記住，妊娠糖尿病通常會喺 BB 猝死嘅時候消失，所以產後飲食可能會有所不同。以下係你可以製作一啲早餐食品嘅例子，請隨意喺網上尋找食譜，以獲取想法，並理解點樣製作其中一啲食物。一啲冷凍效果特別好嘅早餐食物，包括燕麥片、自製或者市售嘅燕麥棒、鬆餅、早餐卷餅同埋其他雞蛋菜餚。以下係一啲非常適合午餐嘅餐食：椰子咖喱雞、脆皮手撕豬肉、雞肉同埋野米濃湯，或者你選擇嘅任何湯類。蔬菜餃子，或者你喜歡嘅任何其他類型嘅餐食。你可以做沙鍋菜、烤千層麵或者高麗菜卷。根據你嘅計劃，你可以選擇，亦都可以作為點心食用嘅午餐食品，例如餃子或者高麗菜卷。適合冷凍嘅晚餐菜品包括燉菜以及豐盛嘅雞肉同埋牛肉菜餚，深入參考你嘅食物文化。嚟自唔同國家或者地區嘅歷代母親都相信，佢哋嘅食物類型可以為身體同埋心靈提供營養，尤其是喺產後恢復過程入邊。其中好多食物都係代代相傳嘅。以下係你或者你嘅家人可以熟悉嘅一啲食物嘅例子。如果你唔熟悉，請考慮嘗試新嘅食物。如果你鍾意某種產後嘅文化飲食，建議你隨身攜帶。你或者你嘅親戚都可以做，咁樣你就可以將佢冷凍到你 BB 出世之後啦。我哋提供嘅產後膳食創意，只係你可以準備嘅一啲例子。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偏好同埋健康目標，從各種網站或者美食部落客處吸取靈感。使用的資源： 1. https://www.ny-.com/2020/2020-postpartum-food-traditions.html 2. https://www.asiabookscenter.com/from_mothers_to_mothers percentage 3A_A
_, collection _ of _ traditional _ Asian _ postpartum _ recipes .html 補充資源1 https://www.kitchencurandera.com/nourished-mama 喺呢一個最後一節入邊，我哋將會討論分娩之後要注意嘅一啲後續步驟。如前面所述，血糖通常會喺出生之後冇幾耐就會恢復正常，應該再次進行用於診斷你是否患有妊娠糖尿病嘅血糖耐量測試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 以協助確認你嘅血糖值是否已經恢復正常。一般建議你喺產後4至12週進行 OGTT， 但係根據你嘅情況，你亦都可以喺產後24至48小時內進行。如果你唔知道幾時進行檢測，請與你嘅醫師討論，並進行必要嘅後續藥診。重新進行呢一項嘅測試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你罹患糖尿病前期或者第二型糖尿病嘅風險會增加。如果你嘅血糖未恢復正常，並且被診斷出患有糖尿病前期或者第二型糖尿病，你將會能夠獲得及時嘅醫療照顧。如果你有任何疑問，請聯絡為你指定嘅註冊營養師。你可以透過電話或者電子郵件聯絡你嘅註冊營養師。感謝你檢閱模塊4妊娠糖尿病，為懷孕後做準備。下一個模塊係5產後與降低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嘅風險。